小报，我们特别。委任完，当然这个搞，这种东西，应当会什么电话，还有呢，中央经历是对比告知，多边企业都作为咱个人的这个安全，当然，若咧讲到若做嘅新车仔嘅，应该讲一切咱嘅感受，应该是不足。所以呢，这是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对于了大环境的这个感受问题。当然呢，咱这么是现在摆头讲。甚至过去真正嘛，咱就对学生、钢琴、学生、钢琴，真正的意义来讲，迄学生、钢琴、迄学生、钢琴，其实伫真理上学之前呢，无叫甲唔对，嘛无好甲歹，因为过去真正来讲，就比真理有分做了初学、离言妙。所以啦，真正是感受的过程中，咱个人家己嘛了解，是错是对，是贤是命，其实咱家己拢自知啦。所以呢，伫这个过程呢，无非来讲，鼓励咱大家多用心，多体会，安尼才会当讲伫咱这个过程中。真正达到咱个人自我的形象提升，无非是安尼。所以这段呢，当然呢，咱个人的感受呢，这不便于了错误加对的这个过程啦只是讲呢，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呢较踊跃起来做一番。大家做这方面的检讨，当然呢，因为若要甲讲呢，严谨必须相对接受，不论后壁这实在，其实后壁这实在，就是一种确实是一种咱画像的实际，因为伫用无甲做用无，来做了有这种。若要甲讲是咱修养学者，咱所有了这种着相，而且有这种的经营造成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咱拢知影讲这段后边呢，应该讲无介绍，因为呢，有可能这阵呢，这个是伊的上尾的一搭，若要甲讲下。对于这文字的含义，可能咱大家拢有所了解，但是重点是希望讲咱大家会当伫这个文字上，而体会到咱修行学道，咱的心所领养到的、所接触到的是什么？而做一番，咱大家做一番的这个清楚，所以这阵呢，互我时间呢，相信差不多要10点了其实若要甲讲起呢，这阵呢，应该讲含义，是在了解咱发展新的接触着上而已。所以呢，咱会当伫这个方面做一番的探讨做究竟以我论上书疑问，我论有疑了，另选结思想。对定心不起，菩提无掉。此文字或此地未明心地，若依二文字，是加属法，因是一奇缘，
规零物质量不断结思想，对境接受器土地双方向。伫即一段呢，无非拄则我逐咱报告说，六祖伊着了无，就讲着了真正即个经常呢，就讲伊着了本体，而呢来破除了一切执着的作用。因为呢有体无用，就当产生了体的尊贵；那有用而无体，恐惊咱就入了反抗。所以因此呢，才以了无呢来发出合意了一种即个语言点法，随机来点法。所以其实伫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拢嘛应该爱去有一种随缘而化、随机应用一种的概念，甲即个思想。因为呢，若无随机、无随缘，任咱智慧外观，咱无法度人发挥着咱本身的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就讲有一位僧人呢，来记着了某人上师伊过去伫修持的过程中呢，做一番的这个祈语呢，做一句祈语呢，来一个勉励着了修行学佛者。若要甲讲开呢，某人上师所讲这句的祈语呢，嘛是咧在显示着了伊修行学道好事有点仔空过甲时代。因为呢，因为伊讲无论有技量，伊有了迄个方法，伊有了迄个技术，甚至伫伊的修持上，伊已经到达了有一定的赞处。什么赞处？因为伊会当断除了一切的思想不正的观念，所以伊就是啥？若要甲讲嘛，伊已经落入了断灭法。断灭法，咱知影，因为有断灭法，就是讲生一个了断灭的心，要来解除伊心中的一切的执着。那安尼，虽然讲我的一切思想观念歹行为习性，我有法度去除掉，毋过心中造成一个要解除这物件、这无好的执着。迄种生出来的心，迄嘛叫做啥？迄嘛叫做诚心，迄个嘛叫做小，迄个嘛叫做小。所以迄种呢，迄个叫做断灭法。所以若落到断灭法，就一定落到反抗。有生了断灭法，就一定落到反抗。所以呢。即讲的灵感，这思想对境心不起，所以一切拢都没有。原来一切境遇，伊拢计算是照伊的目标性呀。所以讲对境心不起，毋是计算到伊的心。虽然伊拢无想，甚至伊看人也看做无，但是有的完全是不。你袂使将世间有诶物件，你甲当做无，若安尼做迄叫做反抗。所以断灭法将根本就是到反抗的境界。那反抗呢，毋是真空，反抗毋是真空，反抗并毋是到本体。所以呢，伊才讲有技量，所以是一种心所生出来的。说法，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比如讲，伊对外缘一切的景象呢，心不染住，安就断除在外。所以呢，安尼呢，菩提自性呢，日日有所增长，会当呢达到呢悠久显法。其实菩提自性本自具足，你搁甲打落伊也袂较重，你搁甲念开伊嘛袂较短。
若安尼好来成长，咱大家过去拢有听，拢了解啊。菩提自性，咱的自性本就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若安尼怎来成长？所以会成长的并不是，咱所谓的成长的变啊，叫做智慧。那智慧是啥？智慧是落治了作用，才需要智慧。若无落治作用，无需要智慧。因为本来智慧就是因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来作用，这才叫做智慧。而如果咱若有本体有作用，如不动的话，那安尼智慧嘛落治了，无任何差。所以为什么咱一直讲若要度人、要救人，咱爱用方法。如果咱若用嘛对，这咱这叫做智慧。咱若用唔对，就唔是智慧啊。我记一个，今仔日咱要来度人，要来宣传啦。那因是呢，受着了是就亲讲一寡对咱修学的有所影响。或者是讲，好啦，你咧做啊咧时阵，你就感觉来创啥货？你真正套出了迄个分析，传去创啥货？若安尼，这敢是智慧？所以修行学道，咱一定爱坚持咱的原则，迄个叫做本体。而咱所用的，咱所用一切的法，迄叫做心法。所以心法是啥？万法由心生，大家拢知。所以万法由心生的，由咱的生所生出来一切的方法，叫做心法。今仔日咱过去，咱大家拢知讲安尼。祖师传祖师，祖师传这道，我是师传这道，所传的嘛是一佛，嘛是佛法，嘛是心法。其实所传的是心法，是佛法都唔对。不过，如果自心当中内心世界若去体悟，唔去开悟，虽传的是心法，不过嘛唔是心法。虽然是传心法。不过，若唔去体会，唔去开悟见证，唔去真正实践的话，嘛唔是心法。这是以前来讲，但是再是为什么爱这个心法？是因为咱已经修到光完过满，已经开悟啊，才会当见法。亲像六祖这第五祖的心法，是因为六祖已经开悟，无开悟无可能有这心法。过去先修学就是一定爱达到开悟，才会当证法。今仔唔是，今仔是先得证法，如何才以实践行持来证法，而达到成来达到迄个正果。所以是咱所指的是心法是佛法。不过咱若有真正对内心世界真正去体会、去开悟、去实践，虽然咱所指的心法伊有关系，无法度实践。所以呢，有这我才能讲呢，所谓得道是有所得，违法众生是名得道，唔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呢，菩提是叫这一定落去了有。所以简单看，五轮有比了，这个有一定甲你讲一下。所以六祖听到了这个经典呢，讲到了五轮去出题目了，六祖才讲呢，出题以明心识。他无法度去了解内心世界，就是讲无法度去真正去了解自己个人的心，无法度明心。那未当明心就无法度见性。所以六祖才讲，若以而行之，若真正有亲像五轮所讲的安尼，了了修持是一种的啥？受法是法。所以这个法叫啥？叫做执着，迄叫做执，系法叫做执。执伫这修持呢，那安尼无法度真正超脱真实，无法度解发问题。所以呢，六祖呢，因为呢，听了这个经典所讲安尼了后，也依了另外一句句呢，而来破除了
我们这句的这个字，说以亲属过去先受所讲，迄句是句。那因呢，因亲受在所讲迄句是句无法度变成，所以来作者依着了迄句是句，而来真正讲了一句真正是了建设的这个事物。所以就真正拄则咱有两个讲来讲，亲受在所讲迄句了。就是因为先受大师有讲迄句智慧了后，才去担当着了六祖的智慧，而去做了一句建设的字母出来。咁我亲像这句同款，就是因为无论伊这句字母呢，无法度人字，无法度人明白了真谛，所以才担当着六祖的智慧，而来做后壁这句字母，而来做了我们上主的效。所以才讲。慧能入智了，慧能入智了，不断结思想，其实思想它唔断。思想是因为咱无心去下良心，是因咱内心世界咱的习性，咱的思想观念不正所产生出来。其实咱若无用咱的习性用事。咱若无有家书梦想，咱若无生个自然就无物件，可就着一端，咱就袂起啊，咱就袂生啊，可就着一变咧。所以呢，伊种不断个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有影有，原来真境本来就有啊，袂使就伫阮讲甲讲无，有就是有，只是因为咱的心袂使去掩饰。咱的心袂使去执着，安尼是。所以咱咧用，那亲像我前礼拜就头尾讲，头尾做过一句话，处之不讲，就讲咱咧用，咱袂使去掩饰，用之不不，安尼。所以呢，这方面对境心所起有影有。免啊，对境心所起，因为外来遐是姊妹，外口遐是姊妹，总济遐是姊妹，还袂得救。咱所以咱的心爱啥？爱起什么心？起自利心。起自利心的啥呢？外口遐是姊妹，对境心所起，其他咱来目标。咱的心爱起无爱起什么心？起好心。其他你遐是怎么有无？咱爱起什么心？起享有地中的心，和睦的心。这是啥？这是对境心所起，这袂使叫去除掉。若头先讲去除掉，是不是就伫阮看？所以对境心所起，所谓这个心所起是啥？就是好的心。慈悲的心、喜舍的心，甚至呢，切本之心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自性在讲本着固着了我想之条。所以呢，对境心所起，菩提这么少。所以虽然咱起了迄个心量，虽然咱心量起行为上来讲，毋过咱无落去了执着。咱无就离了掩饰，所以菩提就像，虽然咱做好的，毋过善心、善行、善良，虽然咱有起，咱有做，毋过咱嘛爱到做完就爱破掉，袂使执着掉。所以对咱自性拢无影响。因呐，这就是咱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作的一种作用，但是咱无这作用袂使。对遐是姊妹都记住弟兄，要来讲话遐是姊妹，这是通。对着咱的时代人，咱袂使无起这种的好心，要来影响时代。所以这种的心，咱一定爱起。但是呢，这对咱的自性，拢无影响。对咱个人嘛，袂使去直接讲好。我对阮爸爸偌友好呢，我对阮妈妈偌孝顺呢，我安怎要是14个啊，14世人，我甲天天。有作用无？有作用。大汉那是姊妹，咱袂使讲好
我带偌济兄弟姊妹呢，我带了偌济人去求道，带偌济人去听道理呢，什么人拢我带呢？咱去接着这个嘛袂使。所以其实这对和平之间，对咱，你讲咱去上遐，对咱的事情嘛有帮助。但是咱若去上遐，也叫做直接，就是对就是公德上。那直接就是公德上，就是变相说法。人呢对咱修行学道是一种足大的障碍。若无讲是较平，若无遐是姊妹人多无人互去成全，那安尼免好，咱毋歹修啊。毋是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啥？这是一种体用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是这段呢，六祖才真正依着了无执、无染、无自。真正来破除了我们这句题目，所以伊无来破除，所以呢，修行学道就是一定爱达到，那做后壁所讲，对境爱心所起，而不染著，不执着，才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，才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中呢。当然呢，这一段无三四站呢，重点是在于了，破除了咱内心当中的执着、污染，所以呢，以无来破除。当然，目标嘛是伫咧鼓励着咱修学业学道的兄弟姊妹，会当真正进入到咱内心世界，真心修持。的这个作用，而依着咱的本体生发出咱智慧的作用，所以这是这段我们刚才甲咱报告到这，时间也已经到，当然呢，是咱后一礼拜，我们呢，依个是大小姐啊，咱有较济个，当然来当讲较长，较济个无后尾把这个做偌少。明年两弄回来啊，这意外啊，来美女各一摆啊，江明胜组长啊，有呀，直接摆，跟人家你做上班无？伊无上班啊吼。来，安尼就必须观察一下。但是先生，这人都有够好。身体都回来，然后他讲的吼，他批评你。所以先生给他去签单，有嘛？但是后来找到对，所以找不起，就彼此再来联络是。后来，帮助教会里面个对，然后这里人都会告诉你2、3、4、5、6位，这是位啦吼。我到7位，唔是迄个科管去做咯。因为我调他联络是。你刚刚听讲吼，这个无来呀吼，是安怎才无来？他是计划的，伊那在咧计划的，因为大项，安尼后礼拜再准备个联络7位，咱有上摆啊，对于个领导的刚刚，准备直接去领导。2位，2万人，1位、2位、3位、4位，3位领导。咱准备是上面领导，咱准备是有领导。那就我这个那个
咱注意啦吼，咱主笔，后礼拜咱抽验的学习，是比较我先来做一个报告。后礼拜五可能有无实验，所以呢，学校若未来就来说来咧，咱继续建立教育资源，学校会加作弊，学校员工操作。到五题。这里是前到公，分到公，第班上交给平班，所以前到公，在公，在公，这里公，这里是公，分到公，在公，在公，这里是公，这里是公，一起加。前到公，在公，三公，这里是公，分到公，在公，三公，这里是公。每个人当然就是这个小，咱会什么电话，还有呢，地标经历是对方到底都编辑的都是。除非咱个人的这个感受，当然，若要讲到若做的新写假的，应该讲一切咱的感受，另外是不足。所以呢，这是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对于了大环境的这个感受问题。当然呢，咱这样子现在摆头讲。甚至过去真正嘛，咱自己学生、钢琴、学生、钢琴，经典的意义来讲，体会清钢琴、体会清钢琴，其实是真理就较之前呢，无叫甲唔对，嘛无好甲歹，因为过去真正来讲，除非真理有分做了初选。
离玄妙。所以若真正是感受的过程中，咱个人家己嘛了解是错是实是贤是命，其实咱家己拢自知啦。所以呢，伫这个过程呢，无非来讲，鼓励咱大家有用心，有体会，安尼才会当讲伫咱这个过程中，真正达到咱个人自我的形象提升，无非是安尼。所以伫这段呢，当然呢，咱个人的感受呢，这不便利了。错误加对的这个过程啦，只是讲呢，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呢较着起来做一番，大家做一番这个检讨。当然呢，因为若要甲讲呢，严谨一定正确接受，不论是后壁这一代，其实后壁这一代，就是一种确实。是一种把人画像的实际，因为伫用无业所用无，来过了有这种，若要甲讲是咱修行学者，咱所有了这种着相，而且有这种的定义造成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咱拢知影讲这段后边呢。因为讲无介绍，因为呢，有可能这阵呢，如果是伊的去上尾的复杂，若要甲讲下，对于这文字的含义，可能咱大家拢有所了解，但是重点是希望讲咱大家会当伫这个文字上，而体会到咱修行学道。咱的心所念到的、所执着到的是什么？而做一番，咱大家做一番的这个清楚。所以这阵呢，因为时间呢将近差不多做10点了其实若要甲讲起呢，这阵呢用来讲含义，是在了解咱看咱心的执着着相而已。所以呢，咱会当伫这个方面。这一番的探讨都有经以五伦上书疑问，五伦有疑了，连传别思想，对定心不起，菩提自证。书文字或出离离明心地，若依二文字，是加属法，因是一奇怪，非灵无知了。不断结思想，对境心作品，菩提所梦想。伫这一段呢，无非拄则我大家报告讲，若果遇着了无，就讲到了真正，这个经常呢，就讲遇着了本体，而呢来破除了一切。执着的作用，因为呢有体无用，就当产生了体的尊贵；那有用而无体，恐惊咱容易了反抗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以了无呢来发出下面了一种这个语言点破，随机来点破。所以其实伫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拢嘛应该爱去有一种随缘而化、随机应用一种的概念，加这个思想。因为呢，若无随机、无随缘，任咱智慧外怀，咱无法度人发挥着咱。本身的这个作用，所以呢，来讲有一位僧人呢，来依着了某人小书，以过去伫修持的过程中呢，做一番的
这个基本呢，做一句基本呢，来是咧勉励着了修行学佛者。那要甲讲开呢，我们老师所讲这句的基本呢，嘛是咧在显示着了伊修行学道好处有点仔空格甲自在。为怎样呢？因为伊讲无论有技量，伊有了迄个方法，伊有了迄个技术，甚至伫伊的修持上，伊已经到达了有一定的赞处。什么赞处？因为伊会当断除了一切的思想不正的观念，所以伊就是啥？若要甲讲啊，伊已经做了断定法。断定法，咱拢知影，因为有断定法，就是讲生一个了断灭的心，要来是除伊心中的一切的执着。那安尼，虽然讲我的一切思想观念歹行为习性，我有法度去除掉，毋过心中造成一个要别除这物件，这无好的执着。迄种生出来的心，迄嘛叫做啥？迄嘛叫做诚心，迄个嘛叫做小，迄个嘛叫做小。所以迄种呢，迄个叫做断灭法。所以若落到断灭法，就一定落到反空。有生了断灭法，就一定落到反空。所以呢。在讲的灵感跟思想对境心不起，所以一切人老都没有，原来一切境遇，伊拢计算是到伊这个就重要。所以说对境心不起，毋是计算到伊的心。虽然伊拢无想，甚至伊看完看做无，但是有的原来就是有。你袂使将世间有诶物件，你甲当做无，若安尼做迄种叫做反空，所以断灭法将根本就是做到反空诶境界。那反空呢，毋是真空，反空毋是真空，反空并毋是到本体。所以呢，人家讲有技量，所以是一种心所生出来的。说法，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意味讲，伊对外面一切的景象呢，心不染住，安就断除在外。所以呢，安尼呢，菩提自性呢，日日有所坚定，会当呢达到呢悠久显发。其实菩提自性本自具足，你搁甲打落伊也袂较重，你搁甲念开伊嘛袂较短。安尼好来成长，咱大家过去拢有听拢了解啊。菩提自性，咱的自性本就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当然安尼你来成长。所以会成长的并不是，咱所谓的成长的囡仔叫做智慧。那智慧是啥？智慧是落地了作用，才需要智慧。若无落地作用，无需要智慧。因为本来智慧就是因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来作用，迄才叫做智慧。而如果咱若有本体有作用如不动的话，那安尼智慧嘛落地了，无用无强。所以为什么咱一直讲若要度人、要救人，咱来用方法。如果咱若用嘛对，迄咱体叫做智慧；咱若用唔对，就唔是智慧啊。我记一个，今仔日咱要来度人，要来成全啦。那因是呢，受着了是就亲讲一寡对咱修学道有所影响。实则是讲，好啦，你这大啊，咱就个，你就他妈来创啥货？你真正套出了迄个本质，传去创啥货？若安尼，这敢是智慧？所以修行学道，咱一直爱坚持咱的原则，
迄个呐，迄叫做分体。而咱所用一切的法，迄呐，迄个叫做心法。所以心法是呐，万法由心生，大家拢知。所以万法由心生的，由咱的所显出来一切的方法，叫做心法。今仔日咱过去，咱大家拢知讲安尼。祖师传祖师，祖师传接道，我是师传接道，所传的嘛是一佛，嘛是佛法，嘛是心法。其实所传的是心法，是佛法同对。毋过，如果自心当中内心世界人去体悟，毋去开悟，虽传的是心法，毋过嘛毋是心法。虽然是传心法。毋过若毋去体会，毋去开悟见证，毋去真正实践的话，嘛毋是心法。这是以前来讲，但是暂时为什么爱这个心法？是因为咱已经修到方圆过满，已经开悟啊，才会当见法。亲像咱做这第五组的心法，是毋是咱做已经开悟？无开悟，无可能能得心法。过去先修好的是一定爱达到开悟，才会当得法。今仔是，今仔是先得心法，如何才以实践行持来见法，而达到成，来达到迄个正果。所以虽然咱所得的是心法，是佛法，毋过咱若无真正对内心世界真正去体会、去开悟、去实践，虽然咱所得的心法伊有关系，无法度实践。所以呢，有只我才来讲呢，所有得道是有所得，为法众生是名得道，啊，毋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呢，菩提是种，这已经就是了有。所以简单看，五轮有比了，这个有一定甲你强调。啊，所以六祖听着了，这个经验呢，讲着了五轮这句记句了后，六祖才讲呢，此即未明心识。他无法度去了解内心世界，就是讲无法度去真正去了解自己个人的心，无法度明心。那未当明心就无法度见性。所以六祖才讲，若以而行之，若真正有亲像五轮所讲的安尼了了清晰，是一种的啥？想法是法。所以这个法叫啥？叫做执着，迄叫做执，系法叫做执。执伫这修持呢，那安尼无法度真正超脱真实，无法度解脱问题。所以呢，六祖呢，因为呢，听着这个经验所讲安尼了后，才依着了另外一句句呢，而来破除了我们这句的这个题，就是以亲受过去先受所讲，迄句是句。那因呢，因亲受大师所讲迄句是句而无法度见性，所以六祖才依着了迄句是句，而来真正讲了一句真正是了见性的这个事物。所以就因为拄则咱平常所讲安尼讲，亲受大师所讲迄句了。就是因为先受大师有讲迄句基础了后，才去担当着了六祖的智慧，而去做了一句见性的记录出来。所以亲像这句同款，就是因为五轮伊这句记录呢，无法度人明白了真谛，所以才担当着六祖的智慧，而来做后壁这句记录，而来来做了五轮大师的相。所以才讲。为能无知了，为能无知了，不断叫思想，其实思想还袂断。思想是因为咱无心去下良心，是因咱内心世界咱的色性，咱的思想观念不正所产生出来。其实咱若无用咱的色性用事。咱若无有社会梦想，咱若无生自然就无物件，科技就去端，咱就袂起啊，咱就袂生啊，科技就去变啊。所以呢，伊种不断嘅思想，对
经心所起，有影无？原来真经本来就有啊，袂使就是阮口甲讲无，有就是有，只是因为咱的心袂使去染著，咱的心袂使去执着，安尼而已。所以咱咧用，若是像我前礼拜有头先讲，头先做过一句的，触之不染，就讲咱咧用，咱袂使去染著。标志不足，安尼，所以呢，这方面对经心所起有影有？免啦，对经心所起，因为外来兄弟姊妹，外口兄弟姊妹，总是兄弟姊妹还袂得救。咱所以咱的心爱啥？爱起什么心？起自利心。起自利心的什么？我放兄弟姊妹。对敬心所起，其实咱来目标，咱的心爱起无爱起什么心？起好心。其他你兄弟姊妹有无？有，咱爱起什么心？起享有地中的心，和睦的心。这是啥？这是对敬心所起，这袂使叫起除掉。若头先讲起除掉，是毋是就袂管看？所以对敬心所起，所谓的这个心所起的啥，就是好的心、慈悲的心、喜舍的心，甚至呢，切问其心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自性来讲，本着古中了我想之点。所以呢，对敬心所起，好提这么多。所以虽然咱起了迄个心量，虽然咱心量起行为上来讲，毋过咱无落入了执着，咱无落入了染著，所以菩提自性。虽然咱做好的，毋过善心、善行、善良，虽然咱有起，咱有做，毋过咱嘛爱到做完就爱破除掉，袂使执着掉。所以对咱自性，拢无影响。因啊，这就是咱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来的一种作用，但是咱无这作用袂使。对于因为起自利心，要来导化咱的机会，这是通。因为咱是时代人，咱袂使无起这种的好心，要来引发时代。所以这种的心，咱一定爱起。但是呢，这对咱的自性，拢无影响。对咱个人嘛，袂使去直接讲好。我对阮爸爸偌友好呢，我对阮妈妈偌孝顺呢，我安怎要是一世界要对一世人我来拼天，有作用无？无作用。我兄弟姊妹咱袂使讲好，我带偌济兄弟姊妹呢，我带偌济人去求道，带偌济人去听道理呢，什么人拢我带呢？咱就去执着这个，嘛袂使。所以其实这对我哋自己，对咱。你讲咱去想遐，对咱的事情嘛有帮助。但是咱若去想遐，那叫做执着，就是讲得上。那执着就是讲得上，就是必上所法。当然呢，对咱修行学道是一种足大的障碍。若无讲如较平常，我遐是姊妹人多无人去宣传，那安尼免咯，咱唔爱修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啥？这是一种体用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是这段呢，六祖才真正依着了无执、无染、无住，而真正来破除了我们这句题目。所以伊无来破除。所以呢，修行学道就是一定爱达到六祖后边所讲，对境爱心所起，而不染住。不执着，这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，这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中呢，当然呢，这一段呢，无三四站呢，重点就是在于了，破除了咱内心当中的执着、污染，所以呢，以无来破除。当然，莫非嘛是伫咧鼓励着咱
修学院学道的兄弟姊妹，会当真正进入到咱内心世界真心修持的这个作用，而依着咱的本体生发出咱智慧的作用。所以这段学班的简单甲咱报告到这，时间也已经到，当然咧，是咱后一礼拜，学班的这个是这啦，咱有较济个，当然来当讲较长，较济个无后礼拜再做就无紧。恁个人拢袂来啊！意外来，美女过一摆啊！江明镇组长啊，来啊！来，一礼拜，今日咱做有上班无？伊无上班啊？好来，安尼就比一个。专业一个但是今天个对这年终有够好。孙子都没来，孙子没来，马上来他第一名。所以今天给他去签到，必要嘛。但是后日十个点，所以走袂去，除非是再来领导是，来，帮助教会用那个点，反正这个人总会到东西，你2、3、4、5、6、6位，这是位啦吼，我到7位，唔是迄个科管去做落来，另外高调还领导是，你刚刚听讲吼，这个。无来呀吼，是安怎才无来？他是计划的，伊那个咧计划的，然咧加上，安尼后一礼拜即个去准备家己那个7位，咱有上班诶，对里面领导来刚才，准备里面领导，2位，计划的。1位、2位、3位、4位，3有领导。咱准备是上面领导，咱准备是重要的领导。咱注意啦，咱准备。下礼拜咱7位的是比较我先来这里报告。下礼拜我可能无时间，所以呢，学校啦有来就来多来的，咱接受他前面这样是有机会，他会加作弊，学校全部到这。到5级。这里的前奏公到公，第班将为平班，所以10到公，在公，这里是公，这里是公，公到公，在公，公，这里是公，这里是公，一起加。前到公，在公，公，接着是公，公到公，在公，公，接着是公。